曾參演小丑回魂同埋經典劇集《火線重案組》嘅美國男星 James Ransone 喺洛杉磯時間12月19號被發現喺屋企身亡，享年46歲。洛杉磯縣法醫辦公室確認死因係上吊自殺。James Ransone 最為人熟知嘅角色包括喺《火線重案組》第二季入面飾演碼頭工人嘅仔，同埋喺2019年嘅恐怖片《小丑回魂2》飾演成年版嘅 Eddie Kaspbrak， 仲有最近嘅恐怖片作品《接駁鈴聲》系列，而新上映嘅《接駁鈴聲2》就被視為佢嘅大銀幕遺作。James Ransone 嘅老婆 Jamie McPhee 曾經喺社交平台低調分享國家精神疾病聯盟嘅募款 link， 外界覺得呢個係佢長期受心理健康問題困擾嘅跡象。佢生前曾公開講過自己要面對嘅掙扎，包括多年同白粉毒癮嘅搏鬥，同埋喺2021年揭露自己大約13歲時曾經遭受性侵嘅童年創傷。坦言經常扮演不討喜嘅角色令佢覺得唔係咁好。James Ransone 離世令影視圈嘅朋友同影迷都感到惋惜，曾同佢多次合作嘅美國導演 Spike Lee 已經喺社交媒體悼念佢。